中大大到好似山城咁，餐廳多就好多人都知，但係佢竟然響應咗前財爺嘅號召，搞美食車。望真啲，車就係車啦，不過係唔識喐嘅咖啡車。原來佢係隸屬中大敬文書院嘅 canteen 㗎。車仔細細，賣各式咖啡、花茶、蛋糕，最勁係佢連棉花糖雲花茶都有。咖啡師兼負責人 Johnny 以前係設計師，想工作放鬆啲，花咗1年時間學沖咖啡同整蛋糕，而家全職喺度做，自己一手一腳打理呢度。車仔由佢設計，入面嘅擺設係佢嘅畫作，唔好以為佢只係沖咖啡，連蛋糕、cupcake 都係佢整。餐盤上面嘅擺設都係佢 DIY 嘅，鳥語花香有詩意。咖啡選擇多，除咗即磨咖啡，仲有手沖同埋 ice strip。拉提飲落香滑，拉花好有心機，好靚，忍唔住影多幾張相打卡添。棉花糖雲花茶都好精緻，市面上好多棉花糖雲配咖啡，Johnny 覺得棉花糖用白糖唔適合配咖啡，加上熱力唔夠，冇落雨嘅效果，所以佢用花茶。夠熱之餘，同茶嘅味又夾啲，睇得又飲得啦。飲啖茶配返件自家製黑芝麻芝士蛋糕，每買一杯嘢飲會有1蚊用嚟做善事添。呢個下午茶真係 perfect 啦〜